就是俩恁以前表演的片段，咱来甲改编一下。哦，表演过阮的表演哦。哎呦，嘿，好好。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咱这个全民来浪讲，不是，是这个全民来开讲。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胡涛，不是头壳人洗身躯的头，就是灰机子啊，这个波涛汹涌的涛。是哩，咱来小改一下咱这个脱脱小台的主持人哦，Sandy。其实一开始的主持人不是 Sandy， 是招娣，但是因为招娣不去，Sandy 不来，所以今嘛就换咱这个 Sandy 啊。是哩，咱这个节目要开始进前呢，先来看一下广告。来，你若是透早起来靠地淡淡，头前闪了，后边佮咸咸菜，就是拜神的镜头啦。介绍你食这款号角牌金龟丸，咱号角牌金龟丸，10人食饱，10人食爽，有白底白无白连身体，食你强，食你勇，食你变叫，买爱认平。这烟壳啊吼，内底有一个做烟道的人，伫遐啉红酒，迄就是咱号角牌金龟丸。谢周丹姐，咱这个金龟丸是买对买哈？这全台湾各大通路，你若买会到，我随在你，多谢大家。哎呦，这组就有生意的，就有生意今仔日爱比赛，也准备做比赛内容。家己的这段搁加出来，真正加出来。真正加出来。